赌具馆。我剧版山歌说唱是旧社会客家地区沿村乞讨的说唱艺人最常使用的山歌演唱方式，所以舞剧版又俗称叫花歌。叫花，开始在做啊。好，要就伴奏。这是主板应该叫梅雅来看一下，内先做编排，还有曲艺表演成分。有点鼠来宝的那个。金 Q， 金 Q 鸟，嘎鸟，这是童养媳是？童养媳嘛，哈。这都以前的，现在没有了。这是比较大型的擂台赛场面，属于一种斗歌。